年薪會呃人，長相後生唔係運氣，係4件事嘅果報。真相比你想象的更殊勝。歡迎來到禪心觀照。人到中年依舊容顏光潔，神采飛揚，從來唔係天生優勢，都唔靠昂貴嘅護膚手段，而是日積月累修嚟嘅果報。究其根本，能長久保持年輕狀態的人，都默默踐行住4項修身準則，分別是手持清淨本心，常說良善之言，心懷慈悲布施，恪守心念專注。4件事相互交融，彼此成就，由內依外滋養身心，最終化作不老容顏與溫潤氣場。這便是相由心生最真實的寫照。生活中常有這樣令人心生感慨的場景：有人年屆50，身形神態卻遠如30出頭，肌膚莹潤有光，眼眸溫潤柔和，一笑面俾人覺得春風拂面，彷彿歲月仲未喺佢身上留下風霜。不少人暗自感慨，這般得天獨厚嘅狀態，定係前世積落咗深厚福報。這份猜想並非空穴來風，其中藏住佛法之中極為深奧的因果智慧。古有典籍記載：生生則種種發生，生滅則種種化滅。這句流傳千年的禪語，出自《阮玲錄》，溯源自古印度馬鳴菩薩所著的《大乘起信論》，是解開容貌與命運關聯的關鍵密藥。他直白地道出真諦：內心滋生怎樣的念頭，外在世界便會呈現怎樣的模樣。一個人的思緒、情緒、言行與取捨，不僅左右住人生走向，更會日復一日雕琢容貌。容顏有唔係單薄嘅奇商，而是一本記錄累世言行、心念善惡的賬簿。每一道神態，每一寸肌理，都是因果沉澱後的顯現。當下好多人執着於外在養護，斥巨資購置護膚品，耗費大量精力鑽研飲食、作息與運動，可效果往不盡如人意。反觀一部分人，生活作息並冇嚴苛規劃，日常也難免心生煩憂，卻愈發從容內看。翻倒是精心保養之人，眉宇間總縈繞住疲憊與緊繃，並非命運不公，而是因果喺無聲昭示答案。今日我們便結合4段流傳久遠的修行故事，拆解4種造就年輕容顏的因果法則。這不是速成的偏方，也不是投機的技巧，而是可以落實在日常，人人皆可修行嘅生命狀態。首先要講嘅，便是手持清淨本心。1300餘年前，禪宗大德宏覺承接師門，發脈後為躲避同門追討，隱於嶺南深山密林之中，與山野獵戶相伴整整15載。這段歲月裏，他沒有清幽寺院可供修行，沒有典藏經書可以研讀，更沒有同道之人相互切磋，生活清苦簡陋，修行條件極盡匱乏。但所有見過他的人都心生驚嘆，宏覺的面容始終透住一層內斂的光澤，並非表層肌膚的紅潤，而是由心底蔓延而出的寧靜之光。年紀雖長，樣貌卻遠比同齡人年輕，在一眾獵戶之中格外醒目。宏覺晚年談及這15載隱居時光，坦言自己終日只做一件事：安守本心，不令妄念肆意遊走。喜怒哀樂、貪嗔雜念升起之時，不壓制，不逃避，只是靜靜覺察，而後從容放下。呢份看似簡單嘅修行，實則最難堅持，卻也是直抵本心嘅大道。從現代視角來看，長期被焦慮、憤怒、怨恨等負面情緒裹挾，會令身體持續處於應激狀態，引發慢性炎症，加速膠原蛋白流失，令肌膚快速老化。而長久保持內心清靜，情緒平穩安定，身體機能便能處在舒緩滋養的狀態，衰老自然隨之放緩。清靜之心係延緩歲月侵蝕嘅根基，它唔係麻木無感，而是歷經世事依舊內心安穩，唔俾外界境遇牽動，全然活在當下。其次係經常說良善之言語嘅力量，足以重塑一個人嘅氣質與容貌。佛陀在世之時，皇城之中有一位侍女蓮心，她出身平凡，相貌普通，年小時甚至算不上貌美，每日在皇室花園勞作度日。
但蓮心自小養成了一個難得的習慣，每一次開口說話前，都會在心中斟酌再三，思索話語是否會刺傷他人，引人不悅。若是言語帶有鋒芒，便閉口不言，或是改換溫和嘅表達方式。呢份發自內心嘅柔軟與體諒，無關討好與怯懦，係刻喺骨子裏嘅善意。一日，佛陀途經花園，蓮心誠心奉上食物供養。佛陀注視他許久，一旁的君王心生疑惑，佛陀便直言：此女福報深厚，日後必成一國之母。起初君王並不相信，可因緣流轉自有定數，沒過多久，蓮心果真因緣際會成為皇后。更奇妙嘅係，隨住歲月流逝，她的容貌悄然蛻變，原本平平無奇嘅五官，漸漸生出溫潤氣韻，越發動人。佛陀為此開示，蓮心容顏轉變的根源，在於長年堅守善言。他一生不說妄語，不挑撥離間，不出惡言，不談閒語，言語始終溫和有道。語言是帶有能量的，出言傷人之時，內心必然被嗔怒、輕視等負面情緒佔據，面部肌肉也會隨之緊繃扭曲，日復一日，便會形成固化的紋路與神態。而上傳善念、口出良言之人，情緒之中平和舒展，面部神態從容溫柔，這份良性狀態不斷循環，便會養出舒展內涵的面容。言語塑造氣場，氣場雕琢容貌，這便是善言帶來的因果福報。第三項法則係心懷慈悲，樂於布施。佛陀座落有一位知名居士善思長者，他本是富甲一方的商家，坐擁無盡財富，卻從不願獨享安逸。他一生秉持善意，持續接濟孤寡老弱、貧病之人，誠心供養修行之人，更是不惜傾盡財力修建道場，供佛陀與弟子們安居弘法。相傳當初他看中一塊寶地修建園林，地主戲言需用黃金鋪滿地面才肯出讓，善思長者當真運來黃金，一串一串鋪滿地皮，旁人都笑他愚鈍，他卻淡然一笑，認為能結緣聖煙是此生莫大的福氣。神奇嘅係，持續嘅布施並未俾佢陷入貧困，財富翻依源源不斷匯聚而來。更令人稱奇的是，善思長者年至高齡，依舊體魄康健，面容端正，眼神清亮，臉上先有深刻皺紋。佛陀解釋其中緣由，發自本心的布施是高頻的能流動。當我們放下執念，真心體恤他人，伸出援手，內心的自我防備與緊繃便會盡數消解。好多人都有過咁嘅體驗，幫助他人之後，心中會衝起輕盈與明朗之感，便是慈悲布施嘅能量，係滋養身心。人之所以疲憊蒼老，大多源於內心的固守與計較，時刻提防，事事算計，身心長期處於緊繃消耗的狀態。而常懷慈悲、樂於給予的人，心胸開闊，氣血順暢，周身氣場柔軟溫和，哪怕年華老去，都自有一番從容風采。的便善思長，這晚年遭遇家道變故，財富散盡，臥病在床，他的眼中依舊澄澈明亮。回顧一生布施助人嘅經歷，佢滿心歡喜與滿足，離世之時面色安詳，周身自帶莊嚴之光。呢份內在嘅豐盛，係任何財富都無法挽取嘅。最後一項核心準則，便是恪守本心，專注持守。佛陀心曠的近視正遠，自年小時便追隨聖言，朝夕相伴25載。在佛門典籍的記載中，正遠容貌俊秀，神態端嚴，是一眾修行者中樣貌格外出眾之人。歲月流轉，多年相伴侍奉，他始終容顏不改，神采依舊，也真當眾詢問佛陀，為何自己容貌異於常人？佛陀為他解話，正遠在前世無數輪迴之中，常懷隨喜之心，見到容貌出眾之人，心生讚嘆而無半分嫉妒；遇見境遇困迫、相貌平平之人，心生悲憫而毫無輕視。呢份平等嘅善意，歷經累世積累，化作今生溫潤俊朗嘅容貌。除此之外，25載朝夕侍奉，他始終恪守本心，心神專一，
做事全神貫注，不生雜念。世人總將持守戒律視作束縛與克制，實則真正的持戒是收攝四處飄散的心神，不再是以消耗自身生命力。當下之人終日被手機、瑣事裹挾，思緒雜亂，注意力不斷分散，這種無形的消耗遠比體力勞作更催人衰老。而長久保持專注、收攝心神之人，生命能量得以活聚之人，眼神沉穩，氣場厚重，哪怕歷經風雨都唔會顯出浮躁蒼老姿態。就連昔日直言過錯、卸下心中包袱的蓮心，也在坦誠內心之後，倍感身心輕快，容貌如發青頭。可見放下執念，堅守本心，亦是養護容顏的良方。清淨本心，良善之言，慈悲布施，專注持守，這四件事環環相扣，融為一體。內心清淨之人，言語自然溫和良善，常出善言之人，慈悲之心會愈發醇厚。心懷慈悲之人，自然肯布施助人。而懂得收攝心神，專注當下，又能翻過來守護清淨本身。四項修行相輔相成，共同構築起由內而外的年輕狀態，這便是容顏不老的深層因果。知曉道理，更要付諸行動。這裏分享四項簡單而淺顯的日常練習，無需深厚佛學功底，也不用耗費過多時間，堅持日久，便能感受到身心的變化。第一，晨間靜心3分鐘。每日晨起，不要哪怕拿起手機，靜坐片刻，深呼吸數次，在心中默念，願今日每一個念頭皆存善意。在一天開始之前，扭定內心方向，長久堅持，心性會愈發安穩從容。第二，21日善言練習。刻意留意自己的言語，想要抱怨、指責非議他人之時，先停頓自省，斟酌話語是否會帶來傷害。學會管住口舌，便是養護氣場與容貌。第三，每日一次微小布施，不必追求重金相助，一杯熱水，一句真誠讚美，一次耐心傾聽，一件閒置物品的分享，皆是布施。對給予中放下計較，令內心走向豐盛從慈。係死定時斷網專注，每日留出一段專屬時間，將手機放置一旁，專心讀書，靜坐勞作，令散亂的心神得以歸位，減少能量無端消耗。真正嘅後生，從來唔係冇皺紋與白髮，而是內心永遠輕盈坦蕩。昂貴的護膚品只能修飾表皮，醫美手段只能改變輪廓，唯有日復一日修心、修言、修德、修行，種下善因，方能收穫歲月不敗的果報。你的心念、言語、待人處事嘅方式，終究會刻喺影上，融入氣質之中。種善因得善果，因果循環，真實不虛。願我們都能從細微之處開始修行，守住本心，心懷善意，在時光之中修得從容樣貌，收穫安穩福報。